啥子事都吃，18度。哎，今天这个月下雨呢，23年下雨，现在不会下雨，啥子事？我给你介绍一下，前面那个小朋友不认识，第二个是扎西，前面05的不认识，第二个是登芝，那是拉错，那是摆中，那是拉姆娃吗？拉姆娃跑来那么早吗？哎，他们在跑哪儿去？直播去了吗？撞到去了，这个小朋友没人咬了吗？拉姆娃比较时尚哦，穿了上班的工作装那种。老回来的比较早了，现在54、50多就开始跳雷，正常的话就是50左右。对，很久没跳了。卡子是拉错我喜欢跳，拉错和那个雍杰喜欢跳。在教他。今天吴京没去直播嘞，我们以为他要去。我本来想把他们喊到那个玲玲那边去，玲玲他们那个咖啡店里面嘛。他今天有事儿忙不开呀。去买礼品那些没时间。还有本来约了许张错他们他住院了就没时间了。他在医院陪他妈妈那边。然后今天检查之后马上就住院了，然后又要住10多天。好像是积液，肚子里面还有积液，还要住10多天左右。然后后面洗澡也来了，后面10天之后住了之后还要检查，如果还有的话还要住。然后我说你那边跟学校请假没？学校打招呼没？他说还是要请了10天吧，应该延到10天。这边来了好多都在住院哦。打中大出的妈妈他们本来想癌症嘛，化疗嘛，到现在还在也是在住院。哎，强妈打出来了啊，来了就对哦，我没跟他说，没有跟他说有礼过。他今年第3次收到，2次，一次是美国的朋友。另外是韩国的朋友，这是侍郎，那个小朋友搞忘了，等会儿我问他名字，登芝的小徒弟。对，我要那应该比我就在前面。这
半下是吧？我3点多上6点多，他不来了，吵累了。他们要站在一起，然后戳许圈。你看做嘛来了。但是他又爬跳下去，又站跳下去。拿我把衣服脱了。
来了，你也跑来了，啊，你也跑来了。就是我在别人家的那个我们叔叔们，我们来转一转。哦，你没有那个哦，今天在医院怎么说出来的？说又要去住院。对啊，我知道啊，还没好。你和你爸回来了吗？不是，我和他们家的叔叔来的。哦，就同一个病房的吗？他在那边吗？在那边吗？你不跳吗？哪个？哪个嘛？我没看到。我丢了。好高哦！用正还没来，英国应该不能来哦。
服装好看哦。我每天换一套。这样式来，用几条来，两个都基本上来。
衣服穿的最好。他今天带了新的衣服，他那边在那边穿的那个衣服。
现在遇到那个摄影了嘛，所以脱的衣服。我这三米看只见着呀，那么多的米饭蛋，去嘛那咱呀这米穷着呀，慢慢三米饭都得干，想呀的路啊，三的气能特别的这些那苏安的的。se domina song la za la mi sha da da ye lu da de mo so da shang ya de lu sa ma chi na ge ka de ho de shi ma chi de ja ya de shang ya
一个头，我们就不木这费用个头，咱俩一边这一不着头，我养那小别这一不着头，这一哟，我能说，这一不着了头，这一哟，我能说，这一不着了头。我这都很了。
龙马九九三，老云那个。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下，别这种这一下呀的，别这种这一下呀的。早点来了吧？早我3点钟。哎，早点来了。大个呀呀，太阳的那早你嘛家呀，我要有把月落姐姐，太阳的随便做起来呀，太阳的随便做起来呀。别朝阳给看这里呀，别朝阳给看这里呀。得就就把有你的情，得就模样啦，可怜，得就模样啦，可怜。还有啥子？有点我是有走，一点点走。就么下呀，下课里送给还是那车，美国人会啊，对在人家多么近，你把啥那咋样的人，你把啥那咋样的人，你把啥那咋样的人呀？对，用真的，用最后用耳朵。别说了，先不要说，先不要。安全。不要去弄嘛哟！一会儿到一会儿。
지난 거기지 어린 여생이 나가 두고 달라 뒤뜻 내려야 또 지난 거기나 제죠还有去吗？哎，这个配的没有。跳起走啊！哎，好慢了，我先拍个视频，等一会儿试一试。
明年我看明年还有，今儿有点不顺。对，卖东西都推荐了。不是一块可那个嘛？走了，这个好嘞，这个好像是永儿，这个衣服嘛是哪个？等一下嘛，没有什么问题嘛。不等，等一下也可以。我给老婆啊，老婆啊。3、2、1，3、2、1，好嘞。老刘在直播的不存在哦。有儿，你衣服吗？是不是你衣服？是不是你衣服？应该是他的。有儿，你衣服吗？有儿，你的衣服吗？是不是你衣服？好，快拿走了。看完了吗？怎么样？拿不下了吧？我给你拿一个。你衣服不在了，给拿走了。我黑色的衣服看到没有？哎，那个黑色吧，口袋拿就跑了。这个啊，这个我那个准备了，今天买了样东西，今天买了一样饮料，喝着了，喝了直接拉肚子。我喝了2、3回不对头，我让管他的，我说好了，我强把再过去口个好了，喝了之后就回去就不对头，然后就拉了3、4次。拉肚子，后面我就把准备了，我怕这儿，我说拉肚子的话，我就把那个架在这个上面，我就架在这上面，我可以上厕所嘛。后面就没有需要的，没事儿。来，走，79人还有点多，没头都没撤。好嘞，好，拜拜，明天见。你明天看来。是不是？这个可来进去不？我跟你说，在微信跟你说。先你同价，上，我的同价。我那个架子后面。这个搜一下。你的手机拿着没有？这个是谢谢。二木。哎，我那个长那个的口罩没有了。我这个叫做可以喊有证。看眼泪还小。把那个不好要。拜拜。这个是树的啊，我看一下哪个是树？那个帽子那个啥？小罗吗？哦，这是小罗。来，行吗？不用，我的。这个是谁的？不要丢哦。没得，要把丢在里面了。丢点明天拿的是。我专门做准备的，今天拉肚子，可我拿一点垫出去了。走吧，拖住了。万亩的嘛哈，这个叫万亩的嘛。走2楼去看一下吧。2楼去看一下。有点过去吗？哎呀，去2楼那边看一下吧。一镜到底。哎，对了，他们3个在一起肯定要拍个视频哦，他们自己都要拍。这是谁啊？局了，这人的局了。好，雍真。那个我看那个跳悬应该5月初。跳悬这边有个期间。什么情况？你要走啊？真的要走啊？哎，你们真的要走吗？小龙今天晚上你不走？去真要走吗？吃饭那个跳舞跳得好的。好嘞，我把衣服脱了吧，家人们。去真你真要走吗？他们的花是在哪儿？对。哦，那怎么办？在花店订了。 5月份以后了。他说还不晓得你要走。送花的地方在哪儿？他5月份以后才回来吗？收好嘛！哎，帅哥，你要收好嘛？问他就是了。你们兄弟，是考试吧？是考试吧？就是那个四川的。好，谢谢。我不能走干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太暗了？那你们明天一早回去吗？没有，它分开的。真这样，好，我后天要那就明天再见了啊。好嘞。哦，在南充耍1个月啊，去南充玩1个月。哟，有电了吗700公里开车过来。啊，700公里，我专门看你们来了。谢谢。 ？700公里跑过来啊？哪天到西安过来的西安过来700公里。哦，对，高铁嘛，4个多小时吧，4个多小时吧。那不一定，有时候走路慢嘛。哦好，欢迎开个啊！车就跑这儿，我钻那个洞子，钻了50多个洞子。哦，对山，50多地都熟啊。从西安这么我勤练，明天走了，我明天去走了。到哪儿？回老家呀？明天去南充。他去南充，南充。南充很近300多公里有啥活动那边吗？过来的。没有活动。你们要不要跑来南充？他说他要去回老家吗？他去玩拜拜啊。拜拜拜拜，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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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辛苦了。你们，谢谢你们。他问你玩多久？拿水的，但是我刚刚不知道，对不起啊。我有水，我有水。没事没事。放哪儿了？放哪儿了？那不好意思啊，他大家大，真的，你也是过来的吗？我不是，我在成都待了10年了，我天天跟他看。你哪里过来的？你哪里过来的？天天的谢谢。我也是陕西过来的。对，这姑娘活泼的很。就是呀。哎，她叫雍真啊。他要去，加粉丝花不花的？雍吉是刚才这是8趟取针，取针。对，8趟取针。走了，拜拜。你跟雍真那么漂亮，你拿我跟雍真比啊？真漂亮啊，真漂亮。走了。哎，过来。对不起，你说没东西。拜拜。圈儿都转一圈吧，就去点早点嘛。没有，拿了这都是正常的，搞不懂。什么果汁饮料啊？还说什么？是个保健饮料，还是那个什么葡萄什么糖那种，什么保健饮料那么贵，20块钱一瓶，妈喝了真拉肚子。哇，上面挤满了，等一下我们要取证。哎，我问你一下，其实其实刚才有人给你送了一个东西，啊，有台湾朋友给你送他们说了礼物。他们送的时候这里知道，好像有几个海外的，我有个微信群里面，他们那里在说。他今天送的，他不知道是你是甩过吗？就对。真的吗？生日的时候再送吧。生日是几号？但是我真的不想要花。不用送花嘛，不送其他的。花是那种就是。送其他的。而且每次不用花嘛。买了花又贵，然后过去2天我搬回去，你说我拿到了马上丢了，我觉得我心里面过意不去。我抬回去了，我那里又没有电梯，然后电梯是从那边过来的，然后绕得很远，然后我搬不动，又要丢下来。我给你买其他的，你给买其他的。夏天又要抽，而且我一个人搬不动。对啊，买其他的实用的。哎，知道这个朋友吗？叫 T， 这个吹这个有什么？不知道，反正这里他们在说，我有微信群里面，那里面加了几个外。哦，国外的吗？国外的，他们。这个我不知道，你真不是，有可能不是，我在那里。哎，生日多少？几号？5月几号吧？5月2号。5月2号劳动节之后，对啊。是的。劳动节之后。我4月29、28样子回来。哦，玩1个月，没多远啊，300多公里，开车呢3个小时就到了。楼上，我现在去楼上2楼在拍视频，我去看一下啊。
好。不要被查可以。那个拍照的让一下吧。来摄像老师好没有？都好了，这几个都准备好了，音乐一听就准备好了。哎，那个老师就走一下。这里。后面还可以跟他骑，好走的。后边这个带着行吧？好。我也就买个大点的上了，我都买个小太小了，手机那个300块钱，挺大小了。直播呢？
跳第5段嘛，啷个跳？我准备一次没开过。就这样跳舞了。小的我也在跳，小的两个都在哪里？他们两个一起跳嘛，没跳，他们一起还没跳过。他们小罗和曲儿都没一起跳过。不，他们俩一起跳没跳过，没有和他一起跳过。好，很好。他们两个没一起。他们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合房。没有摄影师吗？这不是他们吗？下头是都在拍啊。没有，下面是徐峥，徐峥和吴京吧？是吴京嘛？嗯。开吗？跳番剧嘛，跳那个。经常合作吗？你拍的差不多是吧？你也断了一起吧？哦，你说一声就完。我自己断开场。哦，你直接断嘛，你直接断。
试一下啊。他们一般都是比较。川普的嘛，我们说川普。去年我有这个15号粉丝过来，他们想看，结果没看清，因为这后面来了一个，哎，跳吧，没事，反正他们音乐也放了。就跳那个，他就跳那个，就这个，就楼下那个，没自己拍，你直接拍就是了。咱们玩了。好。太大了，声音太大了。你别掉下去了，是吧？没事没事，他们爬不上去，他爬不上去。就。接力。那个他那边上面声音太大了。要么一起跳，他们下面跳嘛，这跳起来。他们都喜欢听好话，对吧？说了他们肯定高兴。你别把玻璃弄坏了。
你玻璃都坏了，你赔不起啊！玻璃是贵的。这有点巧的，他们那个。讲过。
你说罗马那边吗？罗马吗？这是太小了。哎呀，早就错过了吧？我以为是哪个呢？他们一起在跳。会剪辑嘛？哎，他们来了。没事，会剪辑。会剪辑就把它剪到看进去了嘛。拍的挺亮的，可以。转你的手机。我是拿手机拍了，相机拍不了，距离不够，是吧？哎，还得过来了，还得过来了的，就这个音乐，就这个这个音乐要长一点，对吧？这个拍一个，好看。你跟他说一下。哎，这个也对，张六来一点嘛。我靠，你拍的这个，还得过来了的。这样的吧？你看，你这样过来的吧？来，你练一下我们。我们先一排，我们先竖排，然后手头舞，摩托舞，对，摩托舞。先练习哈。竖排，然后先练一下腿型。这样吧。先竖排一下直了手，然后才开嘛。哎，对。没灯着。哎，没灯。看里有灯。来，老汉有灯。你的灯没开呢。重新来，音乐重新放下，音乐重新放下，音乐重新放下。太黑了，太黑了。再放。给我放个地方。站到，你们先站到，你自己站到，马上啊，站着啊，别这么直接跑。他灯应该没电了，不然他早就开了。竖排是开始站的，竖排。站到，你直接录好点了嘛，没事，点了。这前面动作来，前面动作来。预备，转，散开。能录上吗？没录到也没事吧？这儿去嘛，这个灯光不行，这个灯光就不行了。老亮，人家跟他们跳来了。要不一个，7个都是这啊。在那个广场里面都可以。
他们跳的好，跳的好，难怪他人气这么多。